鼻吸後呼，踢起推波落地。2，兩隻腳曲勾起，將個波夾腳踭。你呼氣，打開膝頭哥，落返嚟。好，嚟2，穩定高度啊。3，拎個波上腳夾，膝頭喺肚臍前面，盤骨高度。OK， 嚟啦，吸氣落啲啲，呼氣上嚟，盤骨高度。2、3、4。好，而家嚟20下快嘅，去翻頭先高度，膝頭喺肚臍前啊吓。好，嚟呼1、2、3、4，穩定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 ，hold 住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OK。其中一隻腳夾波90度角，收腹呼氣向上升起膝頭哥，腳尖向天，臀部有感覺 hold 2秒鐘，再重複繼續做，每一次都要感受到臀部有用力嘅感覺，先可以下一個動作啊！手都係咁地，啱啱隻腳向後伸直嘅，收腹踢起先，向右邊地下點畫彩虹，收腹呼踢起左地下點，呼上右地下點，呼第3，好，而家左手面向前方 ，OK， 上面隻腳拎起，夾埋個腳先，呼氣踢上去45度。